大家好，又返嚟武藝會 Channel 節目《香港武林口述歷史》，我陳公子將會繼續為大家聲音導航講述香港武林。今集主要嘅資料繼續係嚟自明州城市系列嘅香港武林。開始之前呢，麻煩大家點讚、訂閱、分享俾你身邊嘅武林好友，同埋撳埋個啷啷，咁就可以第一時間接收到武藝會嘅最新資訊啦。今時今日喺香港最多人玩嘅國術，絕對係非太極莫屬。太極嘅創始人眾說紛紜，張三豐、掌法黃宗岳、陳家溝嘅陳皇庭、趙寶嘅和少元，定係我哋嘅戰神戚繼光呢？喺呢條片下邊留言話俾我知，你認為嘅太極拳嘅始創祖師係邊個啦？雖然話香港武林一向以南拳做主流，但係隨住20世紀以嚟近代中國大陸社會嘅動盪同變遷，為咗逃避10年文革對傳統技藝嘅摧殘，好多嚟自北方嘅功夫門派都相繼喺香港落地生根，搞到香港武林百花齊放。喺太極啊、形意啊、八卦、螳螂啊、大聖劈掛、羅漢、六合同埋好多數唔晒嘅北方武術當中呢，如果話太極拳係最普及嗰種，相信冇乜人會有異議。早喺抗戰之前啊，唔同風格同門派嘅太極拳呢已經開始喺香港流傳啦。佢哋雖然都係太極拳，但係唔單止演繹方式同風格唔同，連傳播方法都好唔一樣。風格柔慢，好似文人君子咁嘅楊式太極，一向喺經濟條件較好同埋文化水平較高啲嘅階層好受推崇。風格剛猛而又跳躍啲嘅吳式太極，就因為60年前一場好多人講嘅擂台大戰、吳陳之戰，同埋喺70年代開始同政府康體處合作開班嘅關係，喺民間非常普及。近年嚟，更多市民因為養生需要去練太極拳，又因為太極拳滲透咗包括易經同宋明理學在內嘅哲學思想，令佢升格做中華文化嘅重要象徵，甚至成為咗世界級非物質文化遺產。但亦因為太過普及化，民間太極拳流派意見多多，搞到越嚟越良莠不齊，想探究佢純粹嘅傳統面貌，反而越嚟越難。太極拳自從喺清朝道光年間出現，到而家200-300年間，太極拳流派多到數都數唔清啊！除咗嚟自發源地河南陳家溝嘅陳式，仲有楊式、吳式、武式同孫式等主流，但係佢哋演練方式同風格都好唔同。其中楊式太極更加喺清朝年間由河北廣平府擴展到京城王府，將太極呢種原本屬於陳家溝嘅鄉下武術升級到社會上層，除咗貴族富商，喺文人雅士之間亦好廣泛流傳。早喺1930年代，楊式太極由第3代宗師楊澄甫嘅徒弟董英傑傳到嚟香港，第4代傳人楊守忠師傅亦喺1949年因為內地政局不穩而移居香港，喺本地設館教授太極拳，令楊式太極喺香港落地生根。對於太極拳嘅起源，一直以嚟都有唔同講法。易經繫辭入邊係有易有太極，是山兩儀，兩儀山四象嘅講法，雖然有理論根據，但係唔代表太極拳係咁樣嚟。太極拳術真正出現相信係近至200-300年間嘅事。至於民間流行話太極係由張三豐始創嘅講法，現任楊式太極拳第5代傳人馬偉煥就話到啦，按照中國傳統，每個行業都有祖師爺嘅。我哋嘅祖師爺係張三豐，好似做戲嘅人拜華光師傅，又或者係差佬拜關公一樣。但係敬仰還敬仰，真實歷史又係另一回事。我諗佢呢番說話都已經表達得好清楚啦，而呢個論點亦係喺近年武術界普遍認同嘅。馬偉煥師傅繼續分享，太極拳作為一個名詞，最早喺清朝道光咸豐年間喺黃宗岳嘅《太極拳經》度見到。佢出現嘅時間一般都相信喺19世紀中葉清朝道光年間，當時河北廣平府永年城入邊有間藥店太和堂，店主係嚟自河南陳家溝嘅。因為治安唔好呢，就請咗擅長太極拳嘅同鄉陳長興做護院，保護住間鋪頭。嗰陣時，同樣喺鋪頭打工嘅楊六禪呢，就得到呢個機會喺陳長興身邊學習太極拳啦。學成之後呢，佢曾經跟住陳長興做保鏢行業啊。
但係真正令太極拳由河南呢套鄉土拳術升級做京城上層階級熱衷嘅文化武術，就係因為楊六禪之後獲聘請入京城王府，教上層貴族子弟太極拳，將太極理論同具體嘅拳術結合埋一齊開始。呢個亦令楊式太極同佢發祥地陳家溝發展出嚟嘅陳式太極風格好唔同。呢個傳說故事的確係幾引人入勝。不過，甚至黃宗岳嘅背景、身份以及真實性到而家都依然係個謎啊！其實呢個晉升過程呢，有啲偶然，但亦都可能係必然。左貝慕容喺嗰陣時以走標出名嘅楊六禪，因為幫王府揾翻被劫嘅官銀，受到醇親王賞識，獲邀去京城喺皇宮周邊授武。滿人對呢種漢人拳術嘅推崇呢，大概亦都同清人入關之後呢，要學漢文化呢，有好密切關係。馬偉煥解釋話，清兵入關之後要學中土文化，嗰陣時陰陽學說好受推崇，啲人係由最基礎嘅宇宙觀開始學習漢文化，亦都接受相關嘅理論，甚至連皇帝都改名做皇太極。喺世界其他地方其實都有相對理論嘅講法，但係喺中國文化入邊呢，就會將嗰啲比較明顯、容易顯露嘅嘢叫做陽啦。對嗰啲睇唔見，有時要靠想像或者潛在嘅嘢叫做陰。任何事都有正反兩面嘅啫。漢朝時，董仲舒將陰陽五行八卦歸納埋一齊，變成13勢。而家好多人都會話太極拳源自易經，但易經入邊冇五行呢個講法。陰陽五行八卦雖然係太極拳嘅理論元素，但係陰陽係相濟嘅互相調和，而唔係相生相克。馬偉煥估計太極拳理論嘅開始應該喺宋明理學盛行嗰陣時。嗰陣時武術開始引入相關嘅問題，例如講動靜同內外。董仲舒寫嘅《春秋繁露》講到六合，有上就一定有下，有前就一定有後，有左就一定有右，一有動就必然一定有合，一開始就會產生。所以中國武術太極拳都強調發勁要有六合力。馬偉煥補充，太極拳源於河北廣平府嘅講法都好有根據，因為好多喺太極拳經入邊用嘅術語都喺考場入邊同埋宋明理學說度見到。而廣平府以前係華北省份嘅考場中心，例如術語速勒就係考場射箭嘅時用嘅動作。太極拳經又有所謂中定，定唔係唔喐，而係喐動之中都係定，靜都係定，動則不定。但呢個論點只係講死物，但係人唔係死物，人喺喐動嗰陣時都可以有定，所以動中求靜，靜中亦有動。無論係搏擊或者行功都好，對動靜問題都好重視，要同外在世界結合埋一齊，追求天人合一。除咗動靜咧，仲有剛柔虛實啦，呢啲都係太極拳運行嘅主要嘅元素嘅。宋明理學以理為主導，冇具體講拳術同實戰，因為嗰陣時武術並唔係社會主流，只係屬於萌芽時期。楊六禪受聘入王府之後，佢喺京城主要教王爺子弟武術，因為中國人向來有非我族類，其心必異嘅傳統思維，所以坊間亦有種講法話，楊六禪冇將太極拳最精髓嘅部分教出去俾滿人，怕佢哋學識之後蝦我哋中國人。喺之後80幾年間，楊家嘅重心一直都喺北京。不過楊六禪並冇得到任何官銜，但係二仔楊班侯之後都有被賜封南嶺。據記載，本身識字唔多嘅楊六禪曾經請同鄉武禹襄教班侯讀書。出身鄉中望族、文化水平好高嘅武禹襄，曾經將黃宗岳太極拳經嘅理法結合兵法同佢本身嘅儒學修養，將經驗心得寫出13世行攻心解。又創編咗一套結合技擊同養生為一體嘅13世行功㗎，成為之後楊式太極嘅始祖啊！從此以後，無論係楊式定吳式，都同勁力同樣係緩慢柔軟嘅綿拳好類似。到咗清末民初交界，王府風光唔再，第三代傳人楊澄甫，即係楊六禪第三仔楊建侯嘅第三個仔，佢曾經獲聘請喺北京師範學校做武術教練。又喺1907年嗰陣時獲聘請喺北京消防隊教拳。嗰陣時住喺慈恩寺嘅佢，
曾經喺中山公園修圖授權，令原本秘藏喺皇室嘅太極拳開始喺民間廣泛流傳。1928年中央國術館喺南京成立嗰陣時，楊澄甫亦喺杭州獲聘請做浙江省國術館教務主任，並喺1930同1934年帶住成家人先後搬去上海同廣州，直到1936年逝世，享年53歲，因為英年早逝，死因眾說紛紜。但係無論係京城定係楊六禪喺廣平府嘅鄉下，今日雖然佢嘅曾孫楊志芳仲喺度，但係祖屋早就冇咗。盡得傳統楊式太極拳真髓嘅，反而要數到香港。馬偉煥話，楊式太極拳最初喺1936年傳嚟香港，嗰陣時楊澄甫嘅徒弟董英傑曾經嚟香港授徒。到1949年，楊澄甫之子楊守忠算係楊式太極第4代傳人，亦移居香港。馬偉煥師傅佢本身係廣東人，早喺60年代中期就跟楊守忠學嘢。馬偉煥話，楊守忠佢喺1949年同老婆女兒走難嚟到香港，喺元朗教拳收咗第一批徒弟，3年之後先至去到咗灣仔開館，大約係1953年啦。馬偉煥話佢師傅為人低調，從來唔開班教太極，亦都唔教大班。佢學董仲舒只一個教一個，因為佢覺得每個人嘅天賦都唔一樣，冇辦法劃一標準去教，要因材施教。所以嗰陣時佢收嘅徒弟好少。當中有永隆銀行董事長同埋一啲社會賢達慕名去學嘅，都係一啲有錢人。嗰陣時楊守忠師傅嘅學費都唔平，每個月學費唔會少過680蚊。馬偉煥講到1967年，楊守忠師傅喺灣仔洛克道教拳，係佢哋上門求教嘅。後生嗰陣時，馬偉煥原來喺上海同濟大學建築系畢業，喺大陸生活時已經有練太極拳。嚟到香港，知道楊守忠同楊式太極都好出名，所以上門求教。嗰陣時佢喺嘉德士做嘢，人工算唔錯，所以先俾得起學費。每日4點半收工之後，啲同事就去灣仔杜老誌跳茶舞，佢就反而去師傅館嗰度學拳。當時楊守忠已經60幾歲，雖然移居香港，但係教嘅太極拳仍然堅持傳統風格。馬偉煥回憶起佢師傅話，祖宗師法唔可以改動，所以佢哋一開始練嘅係13世行功噶，係徒手，之後練推手，推手之後係自由搏擊，唔講招式，但係要講手法同心法。佢哋好多動作都唔係由自己決定，而係取決於對手，某程度上都有一定嘅被動性。自由搏擊之後仲有器械，楊式太極嘅短兵器包括刀同劍。長兵器咧就有大槍同戟，以前仲有射藝，但係喺大陸射箭喺1969年就禁咗國內，放棄咗中國傳統射藝，而引入西洋功。射藝嘅理論同太極拳係一樣嘅，喺太極拳經亦有記載，有立身中正、不偏不倚等等要求，每本射藝書都有記載。而而家唔同流派嘅太極拳成日有所謂大架小架嘅分別。不過對於馬偉煥嚟講，並冇呢種區分。佢話楊守忠講過，呢個架就係呢個架，大少少、細少少、高少少、低少少都唔得。佢個架就係最適合嘅架。早上教授就係咁樣。幾十年前，馬偉煥仲曾經專登去到楊守忠嘅鄉下觀摩，但係發現當地人練嘅太極拳同佢哋練嘅唔一樣。門外漢以為所謂大架係指馬步開得好闊，小架就係指馬步收窄少少。但係實情嘅原理係剛剛相反，馬步窄嘅先叫大架，因為一開步就可以開到好大；馬步低嘅開得闊嘅先係小架，因為能夠再開步嘅幅度只有好少。所以大架不穩，小架不靈，都係書入邊係有記載嘅。不過馬偉煥話佢只係知師傅教嘅一種噶，佢哋唔講大小，嗰陣時都冇分大小。喺70年代中期開始，跟楊守忠學武嘅徒弟仲有鄧昌成師傅。鄧師傅曾經練過唔少南北拳派，單係太極拳都對陳式、吳式同楊式都有涉獵。但係佢最中意始終係楊式，因為打出嚟好似君子咁，好開朗大方，唔似得比較剛猛同埋多動作嘅陳式。當然陳式中嘅錢思敬或者擒拿係會比較受後生仔歡迎噶，吳式就馬步細啲，摔跌多啲。不過楊式冇擒拿同摔跌，只有發勁。鄧昌成師傅發現
好多嚟求教於楊守忠師傅嘅人，文化水平都好高。讀書少啲嘅人比較少嚟學啦，因為佢哋比較中意用力搏鬥啊。楊式太極拳呢，反而唔講搏鬥，慢吞吞嘅。太極拳以柔制剛，對養生好有好處，但楊師傅嗰陣時從來唔會講養生。其實早喺楊澄甫嗰陣時，佢嘅學生入邊就唔少好似陳彌明同鄭萬清呢啲擁有深厚國術根基嘅文化人。前者係清朝宣統皇帝嘅啟蒙老師，後者就擅長詩書畫藝等。兩個人喺20世紀20年代出版《太極拳體用全書》，詳細解讀楊澄甫太極拳嘅精要。佢哋同武禹襄一樣，對完善楊式太極嘅拳理有好大幫助。最後，本公子都同大家分享下楊式太極嘅內容啦。楊式太極有太極槍。馬偉煥表示，而家識得耍太極槍嘅人好少，練太極槍一開始要練斗槍啦。斗槍有心法，前、斗、擲係3個基本槍法，練熟咗上下裏外都可以發勁，用嘅12尺4米長嘅白蠟桿。但係而家想斗大槍嘅話，都唔知喺邊度揾到一支4米長嘅大槍，就算3米都已經好難見到啦。而推手啊，就係一種交互式肢體接觸，令練習雙方增進腰腿功力。喺過程中呢，相互問勁應對。馬師傅話今日啲人講推手會講發勁，佢哋以前反而講問勁。問答嗰個問就好似捉棋咁，身心愉快。到需要發勁嘅時候先練啦，但係要有約束，而唔係 free fighting 啊。套路則係太極85式。鄧昌成師傅話楊式太極以前係打129式，但係當中有唔少重複嘅動作，冇重複嘅只係得37下。例如雲手，第一次打9下，第二次打7下，第三次打5下。而家只係用雲手統稱佢，招式名字濃縮咗，統一叫做85式。但係動作數量同次序同楊澄甫太極拳演識圖亦一樣冇變。1956年呢，由內地政府編成24式簡化太極拳，都係根據嗰陣時流傳嘅簡化太極而編寫嘅。不過同佢哋傳統嘅就完全係兩回事啦。另外有太極劍，劍法有點、撩、挑、刺、削、拖等動作，全部都係用練太極拳所收嘅內勁發出啦。目標係要達到形道、意道、神道嘅境界嘅。以前秘傳嘅仲有太極刀，刀身窄長，係由長劍演變出嚟，背後刃薄。馬偉煥話楊六禪當年仲做鏢師嘅時候，就用太極刀做護鏢本領，係楊家家傳刀法。難怪楊式以前嘅太極拳流派唔見有刀法啦。而楊家家傳刀法亦只會傳俾入室弟子，刀法講實用，而唔係為咗表演亮麗，唔會前頭果腦。好啦，今集香港武林口述歷史就嚟到呢度先。如果你中意呢條片，就俾一個 like 我，同埋分享俾你嘅武林好友啦。又或者你對武林有咩睇法同見解，都歡迎喺下面留言。香港武林仲有好多趣事軼事，欲知後事如何呢？記得訂閱且聽我下集分解啦。